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咧嘅 AI 小達人嘅家長講座啊！咁咧都好欣賞大家嚇，因為咧都知道大家家長咧都好忙啊，但係都願意咧去抽空出席咧，去到聽一啲咧關於育兒嘅一啲閱讀策略啦，咁都好欣賞你哋。咁咧首先介紹下我自己先啦，我就係咧郭老師啊，我就係咧一個註冊老師，亦都係一個心理輔導員。咁同時咧今日咧我就會代表 Megris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咧嚟到為大家去講解一個聲靈伴讀嘅一個應用程式。咁咧我哋都事不宜遲喎，不如等我講嘅講下我哋今日嘅講者啊，佢係林丹博士。咁咧 Hello 林丹博士，Hello。係啊，咁咧林丹博士咧係一位咧兒童心理學家嚟㗎，咁咧佢咧係專注咗喺兒童嘅閱讀研究咧有20年㗎啦，咁咧佢目前咧就係任職喺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嘅副教授啦，佢亦都係學生事務處副學生事務長同埋特殊需要與融合教育研究所嘅聯席總監。咁林博士咧係以首席研究員嘅身份咧係拎咗好多我所知拎咗好多咧具競爭性嘅一啲項目資助啊，以及咧佢嗰個研究嗰個成果咧，亦都發布咗喺好多嘅國際頂級權威嘅期刊上邊嘅喎。同時林博士亦都係獲得國際閱讀專業學會嘅研究獎。咁咧佢同時亦都係我哋聲靈伴讀嘅創始人。咁所以咧以下落嚟呢段時間咧，我就交個時間俾林丹博士嚟到去同我哋講解一下一啲中英文發展嘅一啲資訊啦。唔該，林博士。好，唔該晒谷老師，就歡迎各位家長，這個很難得，確實今天晚上大家願意跟我們一起來聊一聊關於兒童的中英文能力的發展這個話題。那其實因為我自己本來就是兒童發展心理學家，所以我在養孩子的過程中也有很多的心得所以其實我做這個心靈伴讀也是跟我自己的研究以及我自己養孩子的一個過程中的一個結合。所以為什麼要做這個心靈伴讀呢？就是我在孩子小的時候，我真的是從小跟他們讀書的，就睡前，通常我會在睡前至少有半小時的時間會跟他們閱讀，然後這個過程我覺得是非常快樂的親子時光，同時我覺得他們的成長也很有幫助。我也就想借這個機會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說這個香港的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因為很複雜，有3個語言，都不是2語了，都是3種語言了廣東話啦作為母語啦有英文呢都要學的現在普通話也要學，所以兩文三語。那麼家長可能都會有一個疑問，哇，我的小朋友可能就想，我小朋友如果是孩子小一點，比如說3、4歲或者2、3歲，說我這個小朋友連廣東話可能都沒有很好那我什麼時候開始學2語什麼時候開始學再說第3語大家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疑問存在？那這個其實也是在學術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爭論，但是近幾十年更加嚴格的研究說明呢，其實小朋友的語言發展應該是越早越好，也就是說你不用太擔心第一語言學好了沒有，其實他可以同時間開始學好幾種語言，像香港的兩文三語是沒問題的。當然你太多，有的一個小朋友同時間你學個7、8種呢也是不合適，因為畢竟每一種語言都要有足夠的輸入，它才能發展得好。所以你像香港兩文三語，那兩文三語還是可以的，你多普通話、英文都是沒問題的，應該是要越早開始越好。這裡面的研究的證據非常的厚。那我就簡單講幾個吧，比如說這個研究呢講的是移民到達美國這個國家的時候，他們的成年時候，這個縱軸表示成年時的那個這個寫着語法水平，可以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他的英文能力吧。你看如果是3到7歲到達美國，那麼他其實語言發展可以達到美國本土人 native 的水平。可是如果他再遲開始學8到10歲說的是小學階段或者再遲青少年成人階段，他就挺難的，或者說需要很多努力，也未必學得好。因為小孩子語言的發展，他有一個敏感期，而且他不會混掉的。大家擔心他這個，哎呀，這個思考都不流暢了，他怎麼學？他其實不會混掉的。那裡面有好多東西，因為時間關係，我不會講太多。其實他3歲的時候就已經很敏感，而且他的那個語言系統是可以互相獨立的。他也許會用這個我們說 mixed code，就是說中英夾雜，但是他其實理解這兩種是不同的語言，而且如果是雙語進行一起學，它還有好多的好處。這好處在哪裡呢？包括更加聰明，更加的注意力也更強，而且還有一些語言底層的語言能力，以及一些認知方面的能力都會更強一點。這個其實簡單來說很簡單，因為它是幾種語言不同，它的腦子不停的要抑制，又激活，一直激活，所以呢，它其實在不停的 practice 它的 brain， 所以呢，它的腦子會越來越靈活，所以整體呢，還會有帶來認知上的一些優勢所以在這一點上呢，就是我們說的要越早開始學2語越好。但是也有一些限制，就是說你的提供的語言環境還是要盡量的自然，要優質。你比如說，我知道有些家長他特別希望能夠孩子講學英文或者學普通話但這不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他的語言也沒有那麼好。那如果這個本身詞彙量有限，然後語音也未必標準，那可能就未必是很理想。所以最好還是非常自然的一個語境，這樣會是更好的一個語言學習環境。那麼你說語言學習它有聽說讀寫，對吧？那最基礎的那就是聽說口語能力。那我們講講那個，其實讀也可以做，寫嘛可能需要一些練習。那讀其實也可以非常輕鬆愉快，聽說讀都可以非常愉快的學習的我來介紹一種，就是我們叫做對話式閱讀這麼一種方案。這個方案呢，它也研究也很多，這幾十年做了很多的研究，結果證據也非常。這個對話式閱讀它可以達到多種不同的目的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对话式阅读是什么。它传统阅读大家知道说，哎，可能就是家长来读，你来听着就好。但是对话式阅读，它讲的是要颠覆传统，是家长尽量的少。小孩子尽量的多讲，就意思就是说，尽量让小朋友多讲。那么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尽量的我们叫 prompt，就是让他给提示或者给反馈你要有来有往，让小朋友多讲，让小朋友多参与，所以是一个非常高程度的一个 interaction，在家长这个叫对话式的阅读，好像我们在对话，拿着一本书为媒介，然后我们实际上在聊天。那这个有很多的好处。我先说那个对语言发展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对于母语学习、广东话的增长，还有普通话、英文、二语的学习都有帮助。那么具体的策略呢，其实有很多，这个非得我先不放啊。具体策略这里我们讲简单概括来说，就 peer 就是说你可以提示小朋友去说问说他的一些想法提示有很多方法。那还有就是小朋友给了一些输出之后，家长给予一定的回应，那就是可以是给予正面的评价，也可以扩充小朋友的回答，也可以让小朋友来重复你刚扩充的语言所以这样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有来有往、能够深入聊天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一些技巧，就是那提示应该有什么技巧呢？我们这里讲有5种提问方法，你可以是完形填空也可以让小朋友刚回想刚才读的是什么，也可以是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可以我们说是 WH 问题，谁刚才这个是谁呀？是什么颜色啊？为什么等等，还有很重要的叫联系实际，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里面所有这些都是技巧，但是它就是一个目的，让家长跟小朋友能够进行深度的交流。它的交流可以是围绕着书本，其实也可以脱离书本。所以呢，对话式阅读其实就是一种技巧，叫做他们亲子高效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技巧。这里面其实我以前就是做了很多这样，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好处。它可以是阅读书里头读书，说是读书，但是它其实也 more than reading。那么是什么呢？里面就是你在创建这么一个共读的过程中呢，其实家长会在这么个轻松环境里头，小朋友会说很多别的东西。也许他在读书的过程中，因为是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氛围嘛，然后你又创造了这么一个空间，所以你问他你平常可能回来你问他学校里怎么样，他说很好然后就没了。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中他会带出很多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游乐场发生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这种问题，你会有一个很好的跟他沟通的机会，你可以引导他一些你可以解决他，比如说他在学校里跟人际的冲突，你可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就可以进行适当的引导，然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机会。但是这种阅读基本上这种方法基本上是在叫水滴石穿，你真的是每天这样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而且要养成习惯因为我的小孩他养成了这个阅读的习惯，他很多时候都喜欢拿一本书出去然后看，所以他们的很多知识和这种阅读能力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那么这其实也是但是我跟我朋友，因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这样子搞的，所以但是他告诉我说，哎呀，林丹你的方法不大行因为我做不到。我说我哪有时间搞这么每天给他读所以我其实这也是我当初做心灵伴读的一个初衷，就希望可以帮助妈妈当个小助手，我们的小精灵可以帮小朋友来读书，这也是。但是其实里面怎么个读书方法有很多的策略，就是你看怎样促进语言认知，怎样促进社交情感，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你选的书以及你的用的一些策略，怎么样能针对性的一个抽取里面的内容，然后你说的那个抓的点。如何能促进语言认知和社交发展？这里頭有一些技巧，這些都是基於很多研究的結果，我們總結出來的一些方法。好多謝林丹博士嘅分享啦！原來喺一個育兒嘅過程裏邊，其實真係嗰啲點點滴滴，其實真係唔容易。我哋要知道嗰個閱讀係好重要但係點樣真係可以抽時間同小朋友閱讀咧？原來背後咧，林博士都係諗到就係原來有呢個聲靈伴讀嘅一個概念，一個嘅理念出咗嚟我哋呢個 AI 小大人計劃咧，咁係由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嚟到去主辦，亦都由 Magress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嚟到贊助。我哋嘅應用程式叫做聲靈伴讀咁簡單啦。我哋有幾個重點嘅，我希望咧聽完呢10零分鐘咧，你哋都起碼記得3+3+2咩嚟咧？332。首先咧，我會介紹3個人物啦咁呢3個人物咧，分別第一位咧就係啱啱你哋所認識嘅林丹博士啦，佢係一個兒童心理學家啦。咁第二位人物咧，咁就係咧，我諗大家都聽過，係滴滴出行聽過嗬。我哋咧我哋另外一位嘅創辦人咧係前滴滴出行嘅一個 CTO 即係一個嘅技術嘅總監咁咧係由呢兩位嘅專業人才咧嚟到去研發嘅一個應用程式嚟嘅。咁就2位人啦，咁有2個人啦。咁我頭先話介紹3個噶嘛，咁第3個係邊個咧？咁不得不提噶啦，就係呢個噔噔。係小精靈 Rex 咁呢小精靈 Rex 咧，其實就係我哋嘅應用程式裏邊咧嘅一個主角。咁佢就係咧陪住小朋友讀書嘅一個小精靈。咁其實佢個 Rex 嘅名係點樣嚟嘅咧？你知道我哋公司叫 Magress 啦，頭先我都講咗幾次啦 Magress。咁其實 Magress 呢個 Rex 咧，其實就嚟自 Magress。Magress 咩意思咧？其實就係喺北斗七星裏邊嘅其中一粒星係文曲星咁呢個文曲星咧係特別暗淡嘅。但點解特別暗淡咧？其實就係我哋嘅故事設計咧，就係佢呢個小精靈咧，佢就係藉住自己嘅光咧，佢嚟到呢個地上，嚟到呢個地球咧，去陪住小朋友嚟到去打開呢個書海。咁所以咧，佢嗰個星比較暗淡，因為佢就將佢嘅光咧化做溫暖去陪伴小朋友。其實呢個雖然你講話係一個故事，但係其實正正係背後其實代表住我哋公司我哋呢個應用程式裏邊我哋
我哋設計嘅一個理念咯。我哋都好渴望將一啲光去陪伴小朋友，特別喺閱讀嘅上邊。咁你會見到小精靈啦，呢度嘅閱讀能力，佢哇好叻嘅，佢普通話英文都叻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好想營造一個普通話英文嘅語境俾小朋友啦。咁廣東話咧佢都良好嘅，都仍然好努力學習中嚇。咁我諗我家長咧更加有共鳴啦。其實我哋都知閱讀好重要，其實我哋都好想陪小朋友閱讀，但係好多時確實真係有各有各難處啦。可能要工作啊，或者好多時我哋真係未必有好多時間陪伴。又或者我哋成日都聽過正向教育，我知係好，咁但係點做啊？又或者係啊，其實我自己都係嘅。我都好想提供一個好好嘅語境，我都知道語境好重要，我都好想提供一個好嘅英文語境，好嘅普通話語境。奈何我嘅母語我係廣東話，所以我嘅英文都唔係 native 嘅，咁所以我都會有個掙扎。哇，點樣去提供一個好地道嘅英文語境咧？咁樣咁又或者係第4點呢度都話選繪本啦咁。咁頭先我話介紹3+3+2嘛，3我介紹咗啦，2個人物加 arrest。第2個3係咩咧？就係3大功能啦。關於我哋嘅應用程式嘅3大功能，我都想俾大家睇一睇。好，可能最尾我唔知，我嘅機會問下大家，點解你哋聽完講座記唔記得呢3大功能？呢3大功能就係我哋應用程式嘅重點3大功能。第一個伴讀功能，亦都係我哋最用心去研發嘅伴讀功能。第二個係自由對話，呢個自由對話就係提供一個普通話、英文甚至係廣東話嘅語境，去到讓小朋友咧可以同呢隻 AI 小精靈嚟到對話。我陣間就會講多少少呢個部分，同埋一啲小遊戲嚇。咁我哋講咗伴讀功能先啦，嗱3+3啦，第一個3係嗰啲人物啦，我哋嘅創辦人啦。第2個3就係呢個功能啦，3大功能。3大功能嘅第1大功能伴讀功能，做啲乜嘢嘅咧？原來咧我哋喺我哋嘅 App 裏邊啦，其實有超過100幾本繪本，但係今次咧因為我哋係一個因為你哋 join 咗呢個 AI 閱讀小達人計劃啦，咁我哋都會免費開放咧1/3嘅繪本俾大家免費閱讀嘅。咁有中文啦，有英文啦。咁呢度咧第3點寫到話有質量嘅伴讀，呢個其實好重要。其實呢個正正就係背後頭先林丹博士講緊嗰個 dialogic reading 啊，嗰個對話式嘅閱讀啊。好多時我哋過往嘅閱讀可能好單向，我哋單向嘅睇咁，但係原來咧嗰個對話式嘅閱讀係好重要。咁呢個 app 係點樣做到咧？我哋小精靈咧會一邊讀書啦，咁但係咧讀下咧可能會彈出嚟問小朋友問題嘅，甚至如果小朋友咧唔識嘅，即係對課文咧有對嗰個書本咧嗰繪本咧有疑問咧，佢係即時可以按住嗰個小精靈嘅鍵咧去問問題。呢個就係我哋好渴望做到嘅對話式閱讀。咁呢個伴讀功能咧就係有呢一個嘅伴讀可以做到啦，可以陪住小朋友一個互動嘅。咁你可能有家長會問，咁我哋啲繪本咁我哋嘅繪本邊度嚟㗎？咁呢個就係好簡單啦，呢個就係我哋嘅一個嘅合作伙伴啦。咁唔單止係我哋教育大學嘅心理學團隊咧，佢會有一批書嘅研發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同新亞啦、同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同埋中華書局咧，我哋都有同佢哋嘅合作嘅。咁所以可想而知，我哋嗰個繪本其實都係喺市面上都係較權威嘅一啲係合作伙伴嚟嘅。咁頭先話有個嘢好快喎，時間講到頭先我話3+3+2，咁個2係啲乜嘢咧？我而家就跳一跳去2嗰度啦，係兩大體系。聽完呢個講座之後，我希望大家都會記得我哋嘅應用程式兩大體系。我哋係想幫小朋友啲乜嘢嘅咧？兩個，第一社交情緒，第二語言認知。社交情緒、語言認知，當然我哋背後有好多唔少嘅理論，我哋係有唔同嘅層次，因為我哋嘅繪本裏邊都有分唔同嘅 level，有3個 level，我哋係會就住小朋友佢嘅閱讀嘅能力啦，你可以選擇唔同嘅 level 俾小朋友去睇，咁而喺睇嘅書嘅過程之中咧，嗰啲繪本嘅內容咧係涉及到社交情緒啦，亦都涉及到佢一啲語言認知嘅，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背後嘅研發團隊咧一啲嘅理論啦。好，咁我哋講下呢個自由對話功能，自由對話功能好重要，營造語境嚇，更加重要嘅，頭先我講過，我哋嗰個兩大體系，其中一個體系係要社交情緒。咁而我哋背後嘅團隊設置呢個自由對話，其實正正就係好想做到一樣嘢，就係讓小朋友可以喺情緒方面得到支援咯。呢個係確實係我哋好想做到嘅，亦都係好努力去做嘅一個理念。一講到情緒，我哋好希望小朋友出情緒嗬。有時話佢好嬲啊，嬲爆爆，其實出到情緒就 OK 啲噶啦。但點樣為之出到情緒咧？其實好簡單，就係讓佢嘅情緒被看見，讓小朋友感覺到被明白咯。而呢個自由對話功能，佢往往就係可能係當媽媽可能真係有嘢做，可能我未放工，但小朋友真係一放學就即刻有一啲嘅唔開心，但又冇人傾訴嘅時候，會唔會有呢一個嘅小精靈就係可以做成為一個渠道，讓佢出情緒嘅一個渠道咧？而當中我都好坦白講，其實我哋背後嘅設置每一句嘅回應，正正就係運用住我哋嘅正面嘅回饋。咁所以呢個嘅自由對話功能，我諗即係都係我比較中意嘅啦，即係作為家長比較中意嘅，亦都我知道小朋友都比較中意嘅一個部分啦。係好啦，咁除咗頭先我講嘅伴讀功能啦、自由對話功能咧，都有啲小遊戲俾小朋友玩啦。咁呢啲就可能多感官啊，當中係有好多嘅認字啊，基本上可能喺個遊戲當中都可以認到唔少嘅字。好，今日咧我哋係希望可以派到禮物俾大家嘅。而家咧呢度咧有幾個 QR code 最左邊咧係一個 QR code 咧。咁而家都好想邀請咧家長咧可以如果你係希望拎到我哋呢個嘅賬戶1個月嘅體驗咧，你而家可以咧去加入呢個公告群。最左邊呢個加入公告群，咁呢個公告群咧，當你加入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同你聯絡咧，去將一啲嘅免費嘅賬戶嘅登入資料啦，同埋一啲嘅 password 啦俾你嘅。咁所以而家可以用少少時間咧嚟到去登入咗。好啦，咁咧最後少少總結啦，咁就係咧，其實如果你已經參加咗 AI 小達計劃咧，其實你已經係一個特選客戶，可以用呢個特選客戶優惠噶啦。呢個我唔特別詳細講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咧，其實我哋呢個 PowerPoint 咧稍後就會喺個公告群嗰度發布啦，咁你可以詳細睇。咁特別我純粹係想講一點啫，就最後一個嘅專業成長報告加證書呢個位置。咁就係咧，如果你哋成為我哋嘅即係特選客戶咧，咁亦都係用我哋嘅 Apps 穩定咧。其實咧，我哋 Magress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咧會同教育心理學系啦、教大嘅教育心理學系兒童閱讀發展實驗室咧嚟到聯合可以簽署咧，可以為去提供咧呢啲專業嘅成長報告同埋證書俾大家嘅。咁呢個如果想知詳情咧，我哋就會
稍後咧會喺公告群嗰度去同大家再繼續去讓大家知道更多嘅資訊。呢度先讓大家有個預告先，都再次好多謝大家今晚咧要抽咗半個鐘咧嚟到去出席我哋呢個嘅家長講座。咁我哋咧喺我哋公告群組裏邊咧，其實亦都有係你會拎到我哋嘅公司電話啦。咁隨時咧可以，我哋歡迎大家咧，如果對住我哋嘅應用程式有啲咩疑問嘅話咧，隨時可以WhatsApp 我哋嘅，係啦，隨時可以 WhatsApp 我哋。咁我哋今日嘅講座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出席，再見，拜拜，拜拜，拜拜各位。